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81篇8節，我的民啊，你當聽，我要勸誡你；以色列啊，甚願你肯聽從我。我的民啊，你當聽，我要勸誡你；以色列啊，甚願你肯聽從我。神啊，感謝你呼喚我哋嚟到你面前，藉着聖靈嘅幫助，潔淨我哋嘅心思意念，除去任何不健康嘅依戀，要以敬畏嘅心，單單仰望你，高舉你聖名。神啊，感謝你話語嘅大能，使我哋省察，要聽從你嘅聲音，遵行真理，因你救贖我哋脫離罪惡。我哋要對你完全信賴同埋倚靠，你必親自帶領同埋滿足我哋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